今日係300婦女節，有巴士公司嘅女車長近期考牌合格率又顯著提升。究竟有啲乜嘢令到呢一班女學神可以突飛猛進？黃詠芝同佢哋嘅導師傾過。燒紅咗啲油，睇下幾時開始放條魚落去咯喎。咁又再度下個位啦，再望兩邊喎，咁啊開始攞軚啦嚇。點解揸下巴士會教埋煮餸嘅呢？其實佢哋喺度進行緊車長訓練。導師譚瑞雲嘅教學方法成功幫女學員克服學揸巴士容易緊張嘅情緒。原來咧，佢望下左嘅，望下右嘅，佢轉彎去望一邊啊，太緊張，咁我就叫佢留意下啦。你隔離又煲緊湯啦，你呢邊又煮緊餸啦，又望下個飯煲有冇撳掣啦，咁佢就會識得擰下個頭，周圍望下咁樣，即係等於佢平時做嘅嘢，咁佢就容易控制啦。教車嘅時候加入日常生活嘅技巧，令到女學員可以更加容易咁掌握。而九巴女車長嘅數目喺5年間由大約600個人增加去到大約800個人，人數多咗，考牌合格率亦都有提升，由舊年45.1%升至今年第一個月超過60%，比整體嘅合格率高。九巴話近年加入分享嘅環節，等現職嘅女車長分享喺駕駛考試同埋喺工作期間遇到嘅困難，有助提升合格率，亦都為女車長改善工作環境。包括我哋會有更加多嘅女性優先使用嘅休息室啦，咁亦都會加入更加多嘅女車長嘅路線嘅。未來我哋喺安排編更嗰方面咧，亦都係希望靈活啲調配，令到可以咧多啲女性咧兼顧家庭之餘咧，亦都可以咧係投身咧成為我哋嘅女車長。九巴話將會繼續推出更加多嘅女車長友善措施，期望將女車長嘅比例提升到10%。Now TV 記者黃詠芝報道。